后来，甲镜头刷落来高雄，发起着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民间组织，合作公民挂草行动，为6月就开始咧规划，要伫咧户外来举办公民论坛的活动。但是，甲高雄市政府申请场地，拢互市府来拒绝，讲前后申请4届拢无成。这个公民团体真不满，痛骂讲，这根本就是韩市长唔敢来面对市民的声音。 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行动热烈进行中，发起组织公民挂草行动，想要举办一场公民论坛户外活动，有演讲、文创市集、甲艺文表演。原本预定7月28伫三民公园老人的活动中心举办，拢已经申请好啊，却临时被市府拒绝。最好不要办，因为群聚下来以后，万一登革热大幅的爆发，那是不得了的。我再重申一遍，韩国瑜当高雄市长，所有申请的活动，我们绝对不会预设立场。 市长提填交这回转，高这件是第一次场地取消。公民团体6月底先申请破立场地，市府以无适合政治活动口头驳回，再来改申请罗岗公园广场。7月10日，阁被市府以抢伤时间为理由口头驳回。第3次转向桥仔头糖厂，私人场地已经签好租约。7月23，抢伤煞临时以无方便为理由取消，换到三民区的老人活动中心。确认借用了后，7月25，阁临时拒绝。 4处遭受阻止，和国民团体真不满。从6月底开始，就用各种大大小小的理由来阻挡、来卡位我们身为一个公民团体正当举行活动的自由。一届过一届，和国民团体质疑背后的动机无单纯。市长韩国瑜依然是迄句老话，场地偌少，绝对无意识立场。